有老花嘅人士注意啦，老視老花嘅矯正手術或者可以幫你重獲清晰嘅視界。大家好，我係 Lisa。我身邊好多朋友做嘢嘅時候呢，隻眼成日呢又攰又酸，經常會疲勞啦，睇得唔清楚㗎。好多時候幫小朋友沖奶粉，個奶瓶嘅黑度都睇唔到。咁食嘢嘅時候夾餸啊，都執輸過人㗎喎。咁你有冇受到老花呢個問題困擾呢？咁今日一齊嚟同我哋了解一下點樣解決啦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呢度啦，一齊嚟幫各位朋友解答一下大家老視老花嘅問題啊！一齊嚟啊！嗱，而家咧就有請我哋林清紅院長咧，幫我哋啲中年朋友解答一下老花問題啊！你好，林院長。你好，你請坐，你請坐。咁我哋好多中年朋友咧都受到老花困擾嘅喎，或者你介紹一下咧乜嘢係老花，同埋而家有咩解決方案可以解決到？是這樣的，老視就是我們傳統說的老花，那麼一般是在40歲左右出現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我們調節力下降，那麼就會出現看近的看不清。那麼特別是在光線比較昏暗的時候，看近的容易疲勞不持久，而且隨着年齡增長，這種老花度數是會逐漸增加的。那麼目前針對老花有3大類解決方案。那麼第一類就是我們戴老花眼鏡，這個目前知道的人也比較多。那麼第二類呢，就是做麥可氏手術，就是一種角膜激光手術。那麼激光手術呢，我們一般雙眼全程就10分鐘之內就可以解決。那麼其中真正需要患者配合的，就激光切削的過程呢，也就10幾秒鐘。如果是透明晶體置換的話，雙眼手術過程呢，也就是10分鐘左右。那麼大部分時間呢，也就是在準備的時間，也就是我們術前的一個消毒啊、鋪巾這些一個過程。因為它晶體置換了以後，就避免了出現白內障這樣的情況，就是一步到位的解決我們屈光不正、老視以及以後白內障的問題。一般來說，不管是做激光手術還是屈光性晶體置換，我們的患者呢，大部分是當天下午視力即可恢復，那麼第2天是不影響他正常的生活和上班的。咁樣聽落去咧，真係幾方便快捷嘅一個解決方案嚟㗎。咁如果你都受到老花嘅困擾啦，咁你可以鼓起勇氣咧嚟了解一下啦。嗱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咧都受到老花嘅困擾啦，唔需要去默默忍受㗎，亦都影響咗你日常便捷嘅生活。咁呢度咧都建議你咧可以盡快去眼科醫院嗰度了解一下，亦都考慮咧做我哋嘅老視手術㗎，令到我哋嘅生活咧重新恢復返精彩同埋輕鬆㗎。